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6号。这一期咱们聊一个热点话题。最近有一个开火锅店的老板，火锅店的创始人说你月薪5000就别吃火锅了。此言一出，又引起了网友的热议，成为舆论的焦点。怎么回事呢？月薪5000就不要吃火锅，吃一些麻辣烫就好了。火锅不是服务底层人民。这两句话让中国网民惊掉了下巴。这句话出自中国知名连锁火锅店巴奴毛肚火锅创始人杜忠斌。杜忠斌他在2月25日出席一场毛肚火锅发展研讨会时，对火锅行业的发展趋势做了发言，其中就包括这两句话。那这两句话就被人抖到网上去了，截屏切片。那这番言论引发大量网民反感和不满，相关词条也冲上微博的热搜。然后2天后杜忠斌在社媒平台发布视频解释说网传的几句话不是连在一起说的，如果连在一起说就曲解本意了。大家看视频。大家好，我是巴奴毛肚火锅的创始人杜忠斌。关于昨天的一场直播引发了大家一些讨论，这些信息我都看到了。我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指正和批评，因为无论如何大家都是希望我变得更好，我非常感谢大家。但是还是希望大家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把昨天真实的情况说明一下。昨天是一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论坛，论坛上我提到巴奴的初心，巴奴的初心就是要给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做一个好火锅，一个高品质的好火锅。一个高品质的火锅确实需要高成本的支撑，所以一路以来说巴奴贵这些声音从来都没有间断过。当然也包括巴奴的内部团队，总有各种不同的想法，使我变得非常困惑。因为我希望我的团队和我一起永远要保持初心，做一个高品质的好火锅。当大家说我昨天说到火锅不是服务底层人民的，月薪5000块钱就不要吃火锅，吃些麻辣烫就好了等等，这几句话不是连在一起说的，如果连在一起说，就把我的真实本意给曲解了。真实的情况和背景是这样的，当提到火锅行业的发展时，我说过去的火锅还是很便宜的，但是随着这几年的发展，特别是这10几年以来，变得越来越贵，甚至超过了很多的中餐，变得使底层越来越难以消费火锅。当然这不是好的现象，但是如果一个品牌没有自己的定位，没有自己的方向，更难以做好。因为要是想做好一个品牌，总要有自己的标准，总要有取舍，才能服务好自己的顾客，才能使自己的企业长期经营下去。所以我的压力也非常大，因为巴奴实际上在行业还是偏贵的。这个杜忠斌说自己当时在讨论火锅定价，认为过去火锅价格便宜，但现在越来越贵，导致底层消费者越来越难以承受，而大家长期骂巴奴贵，他的压力也非常大。巴奴火锅说实话我没吃过，到底是贵还是便宜我也不知道，但是根据媒体报道说巴奴在中国火锅市场确实不便宜。说据这个窄门餐饮数据显示说巴奴人均消费为132.59元，比那个以服务著称的海底捞人均消费还要贵30。我记得海底捞是人均消费是90多，就是已经跌破100，比家谱旗下的中国高端火锅人均消费还要高一点，也就是比人家高端的火锅还要高那么一点。我记得以前有媒体报道有人在巴奴火锅点了一份这个土豆，好像是18块钱还是36，等着土豆一上之后，土豆片说一共只有5片土豆片就卖18块还是多少，又惊掉了这个食客的下巴。总之关于巴奴这个毛肚火锅这个价格高
媒体经常有报道，这个巴奴火锅的创始人杜忠斌他说，这叫延迟满足，即把钱融入个人成长，为自己带来更好的未来，这才是他真实的本意。但是由于这个已经戳中了网友的这个伤心处激起了民愤民怨，所以这个杜忠斌的这番解释并没有平息网民的怒火。不少网民在评论区留言说你连不连在一起说，不都是一个意思吗？你不就是想表达这5000元以下的人不要吃火锅吗？火锅不是给你们吃的。这我想起有个台词就是那个姜文演的，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里，我印象很深刻，应该是个李保田演的一个杀牛的，说你也配吃牛肉，我有印象，那就套在这儿，那意思就是你也配吃火锅是给有钱人吃的。说到火锅，我也想起那个电影叫什么，让子弹飞吧，吃着火锅唱着歌就到鹅城了。眼见网民不买账，杜忠斌星期一，也就是3月3号晚上再度出面道歉。这次他放低了身段，称此次争议让他深刻意识到爹位说教的问题，未来将调整表达方式，与年轻团队平等沟通，并感谢年轻人给他上了一课。大家可以看视频。大家好，我是巴奴的创始人杜忠斌。自从前几天在一个行业发展论坛上，我提到刚毕业的学生是不是延迟一下满足，比如说收入只有5000块钱，是不是不要高消费，少吃一些火锅，或者不吃火锅延迟一下满足，多关注自己的成长。这些话一出口，真的没想到引起了这么大的风波。我这2天也一直在想，一直想不通，本来是发自内心的希望大家好，怎么会这么被大家反感呢？尽管还是有很多人认可我，说我苦口良药，鼓励我不要听那些带节奏的声音，但是那些对我有反感的声音依然让我深思。这个杜忠斌反思说自己或许已习惯人父的角色，把对子女的管教也放到了消费者身上。得如自己的团队，他也是一直处于单向输出，很少互动，无形之中就成了一种说教，这也成为我脱离年轻人的一种内在动机。这个应该说叫脱离年轻人的一种内在原因。什么叫动机？动机难道他就喜欢给年轻人说教吗？当然这不重要了杜忠斌的致歉视频也获得了部分网民认为杜忠斌的反思有诚意，也有部分网民建议杜忠斌向小米创始人雷军学习，真正走进年轻人，并顺势推出大学生套餐。说到这个雷军，我觉得这个网友评价不正确。雷军做小米手机、红米手机，那似乎比较亲民，至少价格上面他照顾到这个低收入群体，给低收入群体提供又好又便宜的性价比高的手机，这没错，没毛病。但是小米搞的这个苏7，还现在搞的什么那个 SUV 是吧？总之我看资本市场虽然现在狂欢但是叫眼见它宴宾客，眼见它楼塌了，它现在是起高楼宴宾客的阶段。雷军是只做不说，很亲民。你看他多扎心。当米粉希望他推出10万元以下的电动车的时候，他搞了个苏7。现在米粉还等着他回心转意继续为米粉服务的时候，搞了个什么 SUV， 好像几十万，离米粉越来越远。要么你可以解释这米粉现在越来越有钱，米粉的收入超常规的在增长。雷军实际上他已经越来越脱离他的这个小米手机攒下的那些粉丝米粉，是福是祸需要2年再看一看。现在下结论之尚早。咱们还回到这个5000元不配吃火锅这个话题上，为什么月薪5000是年轻人最敏感的神经？为什么杜忠斌说这样的话之后，网络舆论一下大家就意见非常大。按照咱们通俗的说法，按照咱们客观规律，一般的说对了，这个话越扎心，越说明你说对了，那这个反弹就大就像马云一样的，你要说马云是个穷鬼，他根本就不在乎，他不会跟你生气的，对吧？当然你要在大街上拉个网友，你说你穷鬼，他会打你一顿，就这道理。你说彭于晏长得不帅，人家也不在乎。所以让人恼羞成怒的往往恐怕是说对了，扎心了，说中了真相。对于杜忠斌言论引发的风波，中国很多媒体发表评论员文章说这些言论有扑面而来的傲慢感和冒犯性，所谓底层月薪5000群体等表述也带有较强的刻板印象和不尊重。这个说的也对刚才说了嘛，你说对了就是冒犯，你说的不对，人家哈哈一笑，你个傻叉，不就这样吗？有媒体在题为火锅什么时候成了奢侈品的文章中说，也许只是不加思索的脱口而出，或是语义不完整的断章，但足以戳到人们心中最敏感的那块痛处。首先说明你有痛处，你有软，如果你没有软，别人戳不中，再戳也没用。所以说如其我们把目
光就定在人家为什么戳我这个软肋，你还不如想一想，你为什么有软肋，你就没有软肋了，那别人怎么戳呢？本身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自媒体啊发文章说啊，将月薪5000元与底层人民相关联，就是将收入水平与消费资格直接挂钩，这刺痛了大部分网民对阶层固化的敏感神经。为什么5000元会让人敏感？对，所以为什么卡在5000这个杜忠斌他为什么冒出个5000出来？就那么巧吗？实际上，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4，中国2023年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来看，31个省份中至少一半省份的民企员工月薪不到5000元。这个数字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各个方面公布的数字，你可以验证。我在很久以前节目就说了，你不要看南京、西安、武汉这些省会城市，你看写字楼里面那些衣着光鲜的俊男靓女，在写字楼里进进出出，打扮的比较时髦，但实际上他们工资也就5000块钱左右，这就是现状。我们很多人因为经常刷这个自媒体、短视频、小红书，所以人均年收入100个 W 那都不叫事，顿顿啃馒头榨菜，但是却觉得一个月赚3-5万很容易，这都是自媒体、短视频、社交媒体平台的一些误导。中国够得上交个人所得税的，咱们个人所得税不是5000吗？起征点，现在有人大代表正好开两会，建议提高到1万，我看他已经连续提了10来年了，为什么他不提高到1万？大家有没有想过，个税起征点5000元以上，再加上什么扣除的部分，也就是说你的工资如果不到应该7000，大概的这么一个数，你都不需要交个税。那中国现在好像能有资格交个税的，真的交了个税的不到5000万人，或者就是山下，咱们这数字不是特别准，你知道个大概，也就是一共才比如5000万人，你要给他提高到1万，再加上这个扣除的金额，你恐怕就是你1万2，你才用交个税，那恐怕只有1000万人需要交个税了。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吧？为什么喊了10年了，这个个税起征点他就是不提高呢？因为越往上提高意义不大了。说这个意思就是我们绝大部分人什么工资就在5000以下，还有6亿人月收入对吧是2000以下吧。所以说5000元以下的你不要吃火锅了，吃点麻辣烫就算了。作为火锅发源地的重庆和四川，也只是擦边达到了月薪5000元的水准，更不用说杜忠斌口中刚踏入社会的毕业生，近2年面临的就业压力有增无减，他们月收入离5000元门槛或许都有一段距离。这个大学毕业生好多都是全职儿女，好多还在家里啃老，工作还没找到工作恐怕月薪也就是5000以下。你好不容易找到一个5000以上的工作吧，还不是朝不保夕吗？随时有可能要裁员降薪。所以杜忠斌说这种话，这一下就戳中了很多人的痛点，因为网上都是月入2个 W 的几个 W 的，实际上都拿着3000、4000的，太扎心。所以我来谈谈杜忠斌的言论，我要分开看。作为一个餐饮服务业老板说这种话不合适，虽然你说的是实际，你也是为消费者好，你为年轻人好，你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你首先角色要定位，你是提供服务的，人家是消费者，你们俩之间没有教育关系，就你没有这个义务，你也没有这个责任，你更没有这个权利，你去教育你的消费者，更不能公开教育，你可以潜移默化，你只能做不能说，他是你的消费者，你以提供服务为标准为宗旨，人家哪怕是贷款来吃的，贷款来喝的，你也管不着人家，你开门做生意的，你管得着吗？你能管的就是你这个企业能不能赚钱，能不能给员工把工资发好，能不能交税，你管人消费者干什么？你看雷军他就不管，那个什么苏七，你喜欢你贷款消费可以贷款买，那你杜忠斌你也可以劝大家什么，你可以贷款来吃火锅有什么关系？你能贷款买小米汽车，为什么不能贷款吃火锅？所以你看格局要打开。我认为作为一个企业的负责人，作为一个服务行业，这是他越界了，这个爹位说教，实际上跟那些什么企业要求员工你单身你不成家不结婚你就辞职，限期自动离职，还有的企业规定员工你必须结婚只能摆5桌，只能请自己的至亲直系亲属，否则这个企业就要处罚你，不给你发奖金。这些都是越界，这都是叫搞错了自己的位置，不管你是出什么目的，动机都不重要了，主要你是已经越位。所以说这是这个巴奴火锅创始人自身的定位出了问题。第二个，如果咱们不考虑定位，
杜忠斌他是一个专家，或者什么一个经济学家，或者什么个学者，他要说这种话，我觉得就对了，他说的就是事实。你一个月工资都不到5000，你就别去吃火锅了，2个馒头1个榨菜不挺好？还要什么自行车？吃点麻辣烫不行吗？事实上就是这样的。你看北京现在街头都有很多那种10块钱管饱的午餐啊，1荤2素。现在很多地方不在推那个穷鬼套餐吗？这是事实，这个不是编造的。那为什么会推这种穷鬼套餐？还不就是收入低的人多嘛，对吧？你月收入5000，确实没必要去吃那个人均100多的那个火锅，你偶尔去吃一次改善一下。你想，你说你一个月只有5000的收入，你去吃火锅，你一边点菜一边还看有没有超支，是不是肉疼？你3、4个人一吃，完了一结账1000多，单月收入的20%没了。最后一看，这个月还剩28天，往下怎么过？所以点菜的人要小心，贵的菜不敢点，先菜的名字还没看，先看价格，后面的标价，仔细盘算兜里的钱够不够，把吃火锅当这个负担，本来是去享受的，对吧？这个你还不如去吃那个麻辣烫。现在有的麻辣烫也很贵，实际上反映的是我们消费降级，我们的收入跟不上，压力大呀。第三个，这个巴努什么火锅，据说它本来就是个平价餐饮，那根本也不是什么高端餐饮，它起源于什么重庆嘉陵江畔朝天门码头那些船工纤夫为他们服务的，他们这底层劳动者。本来四川重庆的火锅都是老百姓吃的，因为这些卖苦力的民众生活比较艰辛，常在江边上走，拉纤拉船，比较寒潮湿，湿气重，所以要吃那种辣的暖身的方便的食物，还得廉价，涮着吃本身就是方便，涮肉涮毛肚这些东西都是军队的吃法，方便，把水烧开，把那一烫就吃。那本来那些猪的内脏、牛的内脏、动物的内脏这些东西啊，都是屠宰场不要的，或者非常便宜。我以前节目说过，你看北京的什么叫羊蝎子，现在还有羊蝎子火锅。我跟你说，在20年前就没听说过羊蝎子，或者有也非常不流行。羊蝎子过去啊，那穷人吃不起羊肉，但是他又需要羊肉，冬天啊补一暖胃，没有办法，等到别人肉摊要关门了，跑去人家羊肉卖完了，羊的骨头剔得非常干净，肉都卖掉了，就买骨头回去，加点豆腐，加点白菜一煮，有羊肉味儿，也就算吃羊肉了。那个骨头那就相当于送的，现在反过来是流行。那羊蝎子火锅还挺贵，这个巴奴火锅本来就是个老百姓吃的，应该是廉价。媒体报道说啊，火锅深入市井，重庆码头边，纤夫围着辣汤取暖，一锅红油是苦日子的慰藉。结果这么本来一个你从市井中走出来的一个餐饮，本来走的是低端路线，非要把自己打造成中高端，这一下这个消费者接受不了。在大家的心目中，你火锅本来就不是高端餐饮，我没听说过吃火锅人均消费1000块的，本来火锅就是消费者自动把它归类定价为平民百姓的这种餐饮或者消费。结果这些火锅品牌，它为了利润，它为了资本，它为了上市，它追求一要翻台率，二要追求毛利，把人工、房租各种成本去掉，它还要赚钱，所以它就不停的提高单价，越来越脱离它本身的定位和角色。所以也网上有很多人吐槽这些海底捞贵，这个巴奴火锅不亲民，就这意思。我记得是海底捞是吧？是一盘海带还是一盘花生米，总之那价格就是奇贵，也遭到网友吐槽。杜忠斌实际上大家不陌生，应该在前年这个直播带货的头部达人李佳琦这已经说过这样的话。李佳琦在这个上面已经翻过车了。2023年9月，李佳琦在直播带货的时候，面对有网友就是他的家人吐槽说79元一只的梅太贵，然后一下让这个李佳琦火了，突然发飙访问哪里贵了，这么多年都是这个价格，不要睁着眼睛乱说，国货品牌很难的，哪里贵了。李佳琦说有时候啊找找自身的原因，这么多年工资涨没涨，有没有认真工作，你看看是不是一下惹怒了这个所有的家人，李佳琦就翻车了。翻车的原因还是他说对了，深深的刺痛了他的家人。因为确实工资没努力不努力不知道，反正工资没涨，收入还在下降。李佳琦说我这个梅79这几年都一直卖这个价格，为什么你嫌贵？这不就跟那房地产一样，是不是这个道理？那个房地产人家说我还降价了，你们还不买，你们应该从自身找找原因，是不是你们工作不努力，工资涨没涨？成立了，如果韭菜工资涨了，那房子他不就卖掉了吗？大家肯定愿意去买房啊。你看李佳琦又说对了，所以说他翻车。当然了，咱们不能否认李佳琦卖的也比还有杜忠斌的巴奴火锅定价是不是有偏高的这个嫌疑啊？也有可能，因为我对这两个都不太了解，也可能它的定位就偏高了，定价跟同等的火锅或者跟同等的梅比相比，你就是高了，相对于你的服务，相对于你的品质，你的性价比不是最好。所以我们作为消费者是
很难接受这种连火锅都吃不起了，吃个火锅都是奢侈的事吗？但事实就这么残酷，以后吃火锅就是个奢侈的事。我们都知道，我们实际上心里有预期，但是你不能说，你说就是这样，打人不打脸。实际上我们自己都勒紧裤腰带不去吃火锅了。这几年这个火锅大家可以看，我记得我以前也经常介绍这方面数字，餐饮行业无论是火锅还是其他的都在萎缩。海底捞的关店停止了扩张，巴奴火锅它也是连锁店，它还扩张得动吗？想上市上得了吗？我不知道有没有上，在国内肯定上不了。北京的餐饮去年规模以上的餐饮店居然都不赚钱，上海的这个餐饮店高端的倒闭一大半。为什么餐饮行业不行呢？还不是大家勒紧裤腰带不去吃吗？大家已经勒紧裤腰带不去吃了，你还在刺激大家说5000元以下的不要吃火锅了，吃点那个麻辣烫。恭喜你说对了，所以大家很讨厌的。实际上这反映的是经济不景气，老百姓对未来预期不好，吃个火锅都要抠抠搜搜的，都在勒紧裤腰带，都不想去消费。这反映的就是淄博烧烤为什么火，因为人均只要50块，天水的麻辣烫火，那人均才多少？所以说巴奴火锅的创始人杜中天还有李佳琦这样的事情层出不穷，实际上它反映的是我们的消费信心不足，大家对未来的预期不好，大家的收入在下降，大家没有底气。10年前你说低收入，你说5000块钱你不要吃火锅，人家不会在乎，因为大家觉得我马上就不是5000了，对吧？下个月就要涨工资，明年工资就要翻倍，人人都觉得有希望，所以根本就没时间跟你计较，对吧？我记得那个时候中国人出国买遍全球，到哪儿都是中国人在那大采购，拖个大箱子，国外的商场都写着什么挥泪大甩卖，什么跳楼价，那用汉字写的，什么意思？咱们的消费能力非常高，全球消费，现在只有富人就买房消费。你看，一方面信心不足，一方面贫富差距在加大。最后我想说的就是这些企业的搞服务的，你还是把服务搞好，不要乱去刺激这些消费者。大家已经很累了，大家还残存了一点尊严，结果还在你这儿被刺激。你应该提供服务，提供这个慰藉宽慰，让人家在你这吃个火锅既暖心又暖胃，而不是来听你教育。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